在印度过去，在印度，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当然佛法是很兴盛。后来呢，就是在那兰陀寺的佛学院，而且是布扎玛希尔的佛学院，就是2个大的佛学院，里面都是成就了很多的高僧大德，比如说印度的6圣2庄严、80个大成就者等等，都是在非常殊胜、非常珍贵的，都是在世界的庄严，不是那个一个地方的庄严。6圣2庄严，这些都是整个世界的庄严。但这个众生的因缘跟佛法的关系就是这样，众生的福报越来越降低的时候，佛法也是没有办法再永久的。所以就是过去就有完整的佛法在印度，然后最后现在呢，就是在完整的佛法在西藏。那么在这个西藏的藏传佛教现在传到全世界的各地，那就是可以在很多的众生都可以透过这个藏传佛教，而且是修持，获得成就。但是到现在目前为止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很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语言上面，语言上面有很大的障碍。那但是还是同样的一个障碍是常常会出现。那么很多人在语言不通，没有研究过藏传佛教，而且根本没有去认识藏传佛教，根本就没有了解藏传佛教的情况之下，还有很多人也是有很多的怎么说呢，不懂的地方。所以这些来说的话，我们所有的学佛的人都是长期必须得要祈祷三宝，祈祷诸佛菩萨，祈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，那么能够可以再解除很多众生的疑惑，能够可以解除很多众生的烦恼，很多众生的愚痴，很多的众生到现在一直也是不断的在这个轮回的苦海当中，而且是这个愚痴的一个黑暗当中，不断的在痛苦，而且不断的在造业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就是用佛的大的智慧、大的光明，去能够可以在化解这一切的烦恼，这一切的愚痴，这一切的黑暗，能够希望进化成一个光明。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希望，同时也是所有高僧大德，主要就是信善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心，我相信的，因为这就是为了众生能够可以唯一的可以解除痛苦，脱离六道痛苦的一个方法。所以这个是主要是有信善的一个上师也好，弟子也好，主要是一个信善的人，都是对这个方面一定要多做努力，多做功课。谢谢阿弥陀佛。我做南的有当家是不然有托你不长那帮业见些个南就瓦浪之外，是本错人着干着外修，将不了把握就得让钱把东干的总不得用的样的。得到感觉就是到了云格得到当觉了的我，对上也不假如当觉就我刚了就得我把的大个给我在玩的个，从不个个了的我玩了就，从几个什么你不行了东，去年们就是单不行了东，跟他们兄弟不行了，就得了我忙了这不了修。